或者真的是在国外，你可能已经2-3年没办法回家，那你身边就可能就只有这个平安符的话，我觉得你就忘掉那个年限的事情吧，因为它就等同于是你跟神明之间的连结，你可以去透过这个平安符去透过你的意念，透过你的坚定的这个意识去跟这个神明说，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，那是不是还是可以透过这样的平安符，你可以继续来保佑我，你可以继续来就是庇应我，这也是会有用的，因为其实神明很慈悲，他不会因为你1年没有回来，他就拒绝受理你的案子。无论发生什么好事，或是发生什么样真的让你很辛苦的事情，都会想到他。那为什么说发生好事要想到神明的事？是当你发生好事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去告诉他说：“哦，我最近发生一件我觉得很棒的事情，然后很谢谢你，很谢谢你一直陪伴在我左右，我希望把这个喜讯告诉你。”我觉得神明也会想要听到，就是人去告诉他说发生什么好事啊。